中國咧有72%嘅人咧都會經歷咧唔隻腳咧會有唔同嘅程度嘅唔舒服嘅，而又有50%咧上班族咧企得耐、坐得耐，而導致自己嘅足弓有問題嘅。超過1.2個億嘅中老年人咧，每走一步咧都會隨着腳嘅痛楚。而全球市場咧亦超過5000億元咧，而增長有8.2億嘅%。中國市場只有800億嘅規模，但係咧正仲咧不斷好快速嘅增長，去到23.5%增長。呢個正係歐美市場嘅3倍。關鍵係滲透性。美國嘅老年人咧用嘅功能性鞋墊咧已經達到32% 嘅使用人啦，而中國嘅老年人咧使用率咧不足咧3% 啫。10倍嘅增長空間喎，就喺我哋前面嘅啫喎。我見到個數字，真係令到我好興奮啊！點解咧？因為咧，着住我嘅鞋墊，你可以重新陪個孫落公園去散步。跑完半馬之後，膝頭哥咧就唔需要3日嚟恢復啦。偉大嘅事業咧，唔係改變世界，係改善生活，從解決一步之痛嘅辛苦咧，構建一個足部健康嘅生態。如果你同我一樣，同相信數據更相信價值，睇住趨勢，真係看見真正嘅需求。如果係咁，你可以請與我深度連結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